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南方特搜报》，我是林嘉义。天气变冷，大家都想躲在被窝里，就连小动物也不例外。寿山动物园因为气温骤降，为动物们准备了许多保暖衣物，在饲养上也做了调整。园区内的红毛猩猩披上了超鲜艳的毛毯，而狐獴则是全体抱紧取暖，画面超萌超可爱。起毛毯赶紧往身上盖，全台的天气冷飕飕，就连红毛猩猩都把自己包紧紧，披上桃色、红色还有格子款式的毛毯，俨然成了寒流下的星光大道。高雄这几天明显低温，而动物园也火速为动物们准备保暖措施。那像是我们红毛猩猩，我们就会提供毛毯，因为它其实智商比较高，所以它可以使用我们人类提供给它的一些用具，然后来保暖。那另外像是我们其他一些可爱的动物，像是我们的狐獴啊，因为它们其实是我们群体活动的动物，所以其实在这个季节最容易可以看到我们一整群的狐獴，它们会抱在一起相拥取暖。那其实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温馨。不止红毛猩猩披着毛毯来保暖，狐獴们更是都抱在一起互相取暖，画面超级可爱。寿山动物园主任庄炫志表示，在寒流来袭前，为动物们准备毛毯以及保温灯之外，在食物的准备量也跟着气温来做调整。因寒流来之前，其实我们就已经有先提供比较多量的，像是我们的全鸡、牛肉，让他们可以先吃胖一点，让他们有比较多的体脂肪可以囤积，让他们可以比较能因应这种季节的变化。我们在寒流其实是一波接着一波来，那其实在这中间，我们其实是每天都会有这些保暖措施。那像我们就是提供乐园让他们来使用。假如说动物它觉得冷的时候，它们其实就会自然而然就会去往那个乐园的地方靠近。这几天可以说是全台极冻，动物们都做好了保暖措施，各位民众外出也要多加件外套。记者潘志光、潘文玉高雄报道。寒流威胁，要如何才能穿得保暖，又可以依照室内外的温度调整穿着？有间百货服装专柜就推荐洋葱式穿法，从内到外有3层的搭配，加上科技的材质，要让大家穿得保暖又兼顾时尚。这波冷气团加上下雨，真的是冷飕飕。不过要穿得保暖，也不是一件一件往身上塞。以台湾天气来说，还是得考量室内、户外都适合，而不是户外穿到室内又无法脱，所以让消费者因应寒流特别来选买。台南天气就是通常夏天会比冬天来的多，所以对我们的选择来上的话，我们不会想要选太厚重的衣服去做穿搭。所以像这样子单件的那种 Gore-Tex 或者是可以直接单件的这种羽绒是最方便。那因为台南如果下雨的话，骑车其实是比较不方便的。那 Gore-Tex 它全防水的话，其实是我们最适合的选择。到底寒流要怎么穿才能够穿出保暖流行，也不会闷热，甚至有高级的层次？百货专柜推荐的还是基本的洋葱式穿法，从内到外有3层搭配。这种衣服它也有分厚薄。那如果说在最冷的天气，你可能这个当最内层，这个当中层，那我们的外层可以选择这一种，它是2件式的外套。那最外件这一件呢，它是 Gore-Tex 的材质，有到完全的防风、防水、透气。那里面呢是90%的羽绒外套。那我只需要把外件脱掉，就可以因应在室内的天气。对，那还有一种选择是这一种，它是已经里面有铺科技棉的。好，那这个的已经有添加这个保暖层在里头，所以它这个也是一种选择。这波寒流真的有过冬的感觉，加上下雨的温度比体感温度还低。以百货专柜所推荐的穿法，最外1层的外套加上轻薄的羽绒，因为科技的材质，同样可以穿得很美有层次，看起来并不会臃肿。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的方舟就业服务协会一直以来都积极帮助身障者能够顺利的进入职场，而协会的据点却面临多次的搬迁。幸亏在桥头车站内找到适合的场域，这也是第一个设在车站里的身障日照中心。现在就带您来看看。
拿起量杯，将清洁剂倒入罐子内，简单的一个动作，他们却得经过反复的练习和照顾人员的提醒才能完成。这是方舟就业服务协会一直努力在做的事情。而据点经过几次的搬迁，终于尘埃落定，来到桥头车站。原本是设立在人武，然后后来因为房东要房子，所以我们就开始在找一些据点。那后来想到，就是我们生意站的朋友其实会很依赖大众交通工具，就他们可以自己搭车来的话，他们就不需要父母的接送。双铁共构，交通便利，大多数的孩子们在据点搬迁之后，都自己搭车来上课。对身障者的照顾家庭来说，无疑减轻了不少负担。而市府社会局身为公部门，也相当感谢协会对于身障孩子们的帮助。我们对身障团体跟身障人士后，我们都会投入非常大的心力。可是毕竟，公部门的能力有限，我们还是需要那个私部门就是私立来跟我们协助。那公私合作，我们希望可以创造更大的福利。但设置在车站内的据点也遇到了一大困难，电压不符，导致原本的设备都不能使用，供餐出现了难题。于是 PK 幸福狮子会就带头召集，为方舟筹备经费，更换器材。站这边因为它最主要的电力是220。那其实我们大部分民宅的电器都是110，那还有一个部分是捷运站这边不能使用明火，所以我们原本的备餐全部这些设备通通都不能用。在上次有参加方舟的一些我们弱势偏乡的一个访视的活动，那因为他刚搬来桥头车站，那所以有一些物资呢需要增设。孩子们快乐地跳着舞，有了新的据点，空间更舒适。方舟也与车站附近的农园合作，让他们实际下农地体验，累积更多技能。期许在设备到位之后，据点能够尽快安定下来，给孩子们完善的照顾。记者潘志光、林嘉义高雄报道。现代人因为工作压力大，喜爱在办公室或是居家空间放盆栽植物，让自己的生活比较放松。因此，台南市有3位工学博士苏彦勋、涂胜龙与严正标共同研发会发光的物质，并涂抹在植物的叶子上，经过叶脉吸收，放在阴暗处，植物就会自然的发光，相当特别。由成大材料科学工程系教授苏彦勋带领资源工程系涂胜龙与前市府民政局长严正标3位博士共同研发会发光物质，从10几年前投入水中植物，一直到2年前选择陆上植物盆栽来研究，透过非基因改造的技术，让叶脉吸收以后，植物就会发光。一般来讲，就是我们在陆生植物里头，在观叶植物里头，在一般我们最近来讲，就是我们会希望说像这一类的植物，那它在白天的时候，我们再放在室内的时候，它看起来就是会有一些就是漂亮的出景。那在晚上，当我们把灯关掉的时候，然后它会出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风采，然后可以进行了一些就是我们最近可能大家比较流行的，像让一些就是园艺疗愈啊。相关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的操作方式来讲，我们是使用的就是叶脉吸收的方式，然后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呢，操作上来跟国际上来讲，会有一些就是比他们更加好操作，而且呢也更方便，然后而且可以选择性的就是根据花农的需求，然后去调控，让它可喷或可涂，然后并且可以指定说，例如说在哪一些部位上来讲，然后让它好操作，然后也可以在颜色上来讲具有一些可调控性，然后在操作上来讲会比较方便。目前来讲，我们这个研发是大概都是用天然的矿物粉下去，所以原则上它来讲是对植物上面是不会造成任何负担的哈。所以它原则上现在的颜色，我们大概有绿色、有蓝色，还有一些粉色、红色。这些颜色啦，强调从矿物质提炼不会伤害植物生长的发光物质，目前大量被运用在带粉叶植物。严正标表示，希望未来能与农业园艺结合，利用技术移转，提升农业产值。从那个我所知道的那些农业上的一些问题跟他们做讨论。比方说他们刚开始是水生嘛，那我是觉得是说水生的话，我们如果再把它扩展到那个陆生的话，这个搞不好是会对于整个
农业的贡献度会更大。我们那个时候的那个出发点大概是在这个地方，是怎样把农业它的整个那个角色给它提升了。目前这项非基因改造技术可说是首创，而且得到国家专利，研发出会发光植物，在生活上不但能节能减碳，而且兼具艺术疗愈。记者林根采访报道。高雄市的博尔动漫季是许多 cosplay 迷的圣地，每年都吸引许多动漫迷盛装登场，但是大多都是日本及欧美动漫的角色。许多资深的 coser 开始试图尝试台湾原创，要让 cosplay 界能有不同的声音与风格，同时打造出专属于台湾的风格。在只有10几度的低温下，脱下厚重的外套，装扮成服装短到不能再短的 cosplay 角色，还得摆出英勇的姿态，让自己能够抵抗低温的方法，并不是暖暖包，而是源自于对于 cosplay 的信仰。其实我是很希望可以用台湾原创的作品、原创的 IP， 然后去参加由台湾所主办的一场国际的赛事。每一件衣服道具都要额外定制，要不是投入大量的心力在 cosplay 上，早就存下了人生的第一桶金。现在转换成自己喜欢的形式，甚至还前往日本参加比赛获奖。对于这一群 coser 来说，并没有遗憾，只是在台湾发挥的空间还是不够大。我在外面见到的表演方式跟他的 cos 的诠释的方式，跟我们相差很多，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有非常多可以让我们学习的地方。也许国外的表演的技术是比我们现在好，没错，但是我觉得我们台湾的表演技术非常有潜力。不过老是一窝蜂跟随日本或是欧美的角色，常常一下子满大街都是鬼灭之刃。现在也希望可以走出自己的路，不但试图尝试舞台剧，也跟台湾原创的厂商合作，推广台湾自创的 IP。我们也很希望其实创造出台湾的作品，然后可以再参加这种世界型的比赛。那其实这个东西一定要从我们台湾自己本身着手。如果说我们台湾也可以办出一种大型的世界型的比赛，然后都可以用我们台湾自己的 IP。然后就是一起来参赛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可以推广我们台湾自己的文化。相较于国外有地方政府支持比赛，台湾大多限于单纯的活动表演。对于设计厂商以及 coser 来说，也期待有一天台湾能够有自己的赛事，让全台的玩家都能够尽情参与。记者张世明、郑光佩高雄报道。高雄可以称得上是蝴蝶的故乡，像是美浓或是六龟都可以欣赏到不同品种的蝴蝶。不过现在民众不必为了赏蝶而大老远的跑到郊区，在我们的金狮湖也有一座可以观察蝴蝶生态的蝴蝶园。看到蝴蝶翩翩飞舞，你的心情是不是也跟着好起来了呢？位在金狮湖的蝴蝶园，不仅可以看到许多不同品种的蝴蝶，园区更利用自然生态方式作为一个循环，是一个让市民放松心情以及生态教育的好地方。金狮湖蝴蝶园其实当初很早时候成立的目的就是说，其实在长期以来大家都会认为高雄就是一个蝴蝶的故乡，我们有一个很美丽的美浓的一个黄蝶翠谷，然后但是呢，大家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然后到很偏远的地方才能看得到蝴蝶，所以我们就在金狮湖蝴蝶园这个地方在市区里面我们就成立一个蝴蝶园。其实我们这个地方蝴蝶园目前来讲呢，有分为1馆跟2馆，其中我们的1馆那个地方呢，其实也有一些我们一些虫卵的一个展示的过程。然后呢，2馆这个地方呢，我们除了里面呢有一些小桥流水以外，是一个我们又是一个天然的方式，里面也有养殖一些简单的鱼类，这些就是以自然生态的方式，我们并没有特别去饲养，利用整个循环的方式，自然循环方式，落叶啊，然后就有它的养分，然后在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自然自动的一个循环。但蝴蝶园这个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却有非常多的志工朋友来帮我们，所以当民众来参访的时候，透过我们志工朋友，除了1、2馆可以看到真实的蝴蝶在飞舞外，我们在互动馆这个地方也可以从互动馆这个地方有很多的介绍，让民众可以了解说整个蝴蝶从一开始怎么样诞生，一直到羽化成蝶的过程，在互动馆这边都可以为民众来做介绍。想看到这些美丽的蝴蝶，一定少不了这些志工朋友。他们在专门搭建的蝴蝶幼虫培育室，细心的照顾这些娇客，可以说是蝴蝶园最伟大的幕后人物。蝴蝶幼虫培育室就是说，我们那个蝴蝶产卵之后，
产卵之后，我们会把那个卵，在那个它的食槽上面的卵，我们会把它收集到培育室上面。当卵变成那个小幼虫的时候，它就会自然在它那个食槽上面生存，它就会吃那个食槽的叶子，吃到5龄左右，它就变结蛹之后，然后再羽化成蝴蝶。蝴蝶它的生命很短暂，可是它呢，把那个美丽的一生献给了大家，献给了这个大自然。那如果你们有空的话，可以来蝴蝶园观赏。我们这里是人工饲养蝴蝶园，也是全省最大的人工饲养蝴蝶园。来这里绝对不会让你们白跑的。园区面积虽然不大，但却能让大家一次观赏不同品种的蝴蝶以及成长过程，非常值得大小朋友一同来这里体验美丽的蝴蝶生态。记者许纯清、陈柏宏高雄采访报道。台南佳里南市里的里长黄进福，因为年幼的时候爱吃茶叶蛋，看着社区环保跟乐龄的志工们默默的一直在为社区付出，而感到相当甘心。2年多前开始自制养生的里长茶叶蛋，坚持只送不卖，长时间下来送出了10000颗的爱心茶叶蛋，实在相当暖心。长期担任义消的南市里里长黄进福，因为本身从小就非常的爱吃茶叶蛋，所以在第一次当选里长以后，看到社区的环保乐龄志工们不求回报的在为大家付出，为之动容。除了提供自己的房子供志工们使用之外，更在2年多的时间以来，不断的自制养生里长茶叶蛋，提供给志工们享用，并秉持着只送不卖的初衷，实在非常的贴心。其实发现了很多一些团体，尤其像我们咖喱这些，有些默默在付出的一些社福团体，那看到他们这样子，我想说，我的茶叶蛋受到这些志工大哥大姐那些长辈们的肯定，我就想说，那我也亲手来煮这些茶叶蛋，那也分享给我们这些地方上的社福的团体，像我们这边有一个以林之家，那里面有很多的小朋友，我的蛋刚好也蛮受小朋友的喜爱，然后我就亲手也一样就煮了1锅蛋，分食了给我们这些地方的社福单位这样子。里长从自己爱吃到开始慢慢做中学，累积经验，渐渐的能够掌握熬煮茶叶蛋的火候与时间。里长表示，每个月会提供约500颗的茶叶蛋，累积2年多的时间下来，也超过了上万颗。长时间下来也是一笔开销，但里长表示，1颗茶叶蛋传递的是满满的人情味，同时也可以回馈给辛苦的志工们，表示一些小小的心意。只要还有能力，里长茶叶蛋会一直供应下去。记者刘品言，台南报道。炸的外酥内软的芋头丸子，很多人都喜欢吃。高雄左营区的星光关回站，有一位社区妈妈很擅长做料理，上课时就教长辈们做芋头丸子。只要将芋泥掺些糯米粉，再将泡了久的鸭蛋黄包在里面，揉成圆球形，经过油炸就成了香酥可口的芋头丸子。关怀站前已经架起了炉子，油锅里的芋头丸子被炸得金黄色，长辈忍不住趁热拿起来咬一口，品尝到外酥内软又香气十足的芋头丸子。真正食都袂歹食，还佫有咸鸭卵的香味，还佫有蚵仔的碗的香味，感觉足好食，足 Q。外酥内软，里面还有丰富的鸭蛋黄，好吃。要做芋头丸子这种小点心，其实也不太难。这位有料理经验的社区妈妈教长辈做芋头丸子，只要将泡了久的鸭蛋黄包入掺有糯米粉的芋泥里面，揉成圆球状，再炸成金黄色就可以了。长辈帮忙动手做，很快就学会了。较早我就甲因教讲爱吹吹的，较淋糖落去灼灼的，搅煮米粉。伊1斤的蚵仔就用100克的煮米粉落去灼。灼灼的，较包咸仔卵落去安尼尔。做甲圆，大家大趁钱，叫老师来教，咱就要甲学起来。长辈来关怀站上课，中午都会提供便当。里长有时候就利用课程做了一些小点心作为加菜。里长也会要求教做的社区妈妈要有厨师执照，才能够让长辈吃得卫生安心。
我对做这个猪价有兴趣啦，所以我就来里长家做志工啦。我拄着往下就做我八宝丸啦、蚵丸安尼，互迄长辈食。正好他也对这个厨艺这方面非常的专业，然后也取得了证照，正好也符合我们据点的需求，可以让长辈吃到安心的食材，然后那个专业的手艺，达到我们供餐的色香味俱全。芋头丸子小巧可爱、圆滚滚的外形，代表事事圆满如意。星光里黄里长带领社区妈妈贡献所长，为长辈带来惊喜和期待。下一次又会教做什么样好吃的小点心？记者赖昌邦高雄报道。台南是美食之都，有很多百年的小吃，其中已经第4代的米糕店也兼做油饭。业者表示，他们除了坚持古早味的做法，也持续在包装和行销创新，希望传承100年的好滋味。先将鱿鱼炒得入味，加上红葱头和虾米的提味，这时香气早已四溢。不过步骤才刚开始，还要将香菇、肉燥以及黑猪肉倒入一块炒，最后淋上独家秘方，热滚30分钟以后，才成为油饭上面的用料。业者表示，这都是传统的手艺，相当费功夫，加上用的还是阿公留下来的锅灶，充满古早味。台南这间100年的米糕店虽然以米糕为主，不过10年前因为有客人拜托做油饭，好滋味的评价遍传，才开始兼做油饭。第3代黄庆珍表示，他们除了坚持古早味的做法，用的是1斤200元的黑猪肉，光用料的讲究就是和别人不一样。不是讲新妇最厉害，是做料够，不是新妇厉害。这是较早老岁仔人咧讲，所以我坚持着用这个理念，用岐山乌猪仔肉，加迄个鸡腿，就甘蔗鸡。所以足侪人官员吃到，包括陈仲谋啦，很多大官都在我们这边吃，要送朋友，所以我们这个油饭呢，现在做得非常好，像在这几天订了蛮多。100年传承来到第4代黄明峰父子党一起打拼，除了用米糕在国内外各大比赛中夺得冠军，甚至是金马奖等国宴的指定，成为台南人的骄傲。同时推出的竹叶米糕打出知名度，在真空包装和礼盒上也下功夫，就希望将米糕和油饭都不断提升，用柔情蜜意和年年高升来迎接未来挑战。都会去外面看，然后看人家怎么包装，然后我们再拿回来再研究，然后再更上一层楼，就是看别人怎么包装。因为现在都是大家都送礼嘛，过年3节都会送礼，然后想说看要怎么把业绩提上来。对，因为别人可以，我们也可以。对啊。所以是100年老店嘛，现在创新。对，就是刚一定爱创新，因为大家用它在就是。报纸包的，刚刚即摆用放手里的地下底，迄个是无同款的物件。为了将油饭的好滋味和有需要的民众分享，业者不定期都会提供试吃，欢迎网络预约，只要凭妈妈手册就可以免费领取小盒的状元油饭。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奇美医学中心生殖医学科自行开发的 AI 人工生殖植入前怀孕率与双胞胎几率预测系统，可以在人工生殖前植入，推估怀孕率与双胞胎的几率。透过 AI 系统精准的预测，可以选择最佳植入胚胎的数目，提升怀孕的几率。根据国健署资料显示，不孕症在台湾大约占比15%左右，平均是每6对就有1对。许多不孕夫妻会选择接受人工生殖的方式，希望能够成功有孩子。来到医院，医师会植入多颗卵子以及精子，以提高怀孕率，但有可能因此而造成多胞胎，让孕妇有危险，或者是造成家庭经济负担。奇美医学中心生殖医学科就特别开发出一套 AI 人工生殖植入前怀孕率与双胞胎几率预测系统，用来分析怀孕率与双胞胎的几率。
试管婴儿疗程过程中取得的卵数，或者是他先生精虫的状态，他如何受精的方式，比如说他是使用 IVF 就是人工受精，或者是 ICSI 就是显微受精等等的这些疗程中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也会影响到他最后怀孕的成功率。那我们研发的这个 AI 预测怀孕率的系统呢，就是能够在我们的胚胎植入之前，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去理解说，那如果我现在挑一颗这样子形态、这样子品质的胚胎来去做植入的时候，它能够获得的怀孕率有多少？那或者是说我应该要挑2颗。怎样类型的胚胎再去做植入，是不是可以更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怀孕几率？我们希望我们植入适当的胚胎数，可以让我们这次植入的怀孕率可以提升。那但是植入的胚胎数又不能太多，不然会提升太多的双胞胎的可能性。有些人是喜欢双胞胎哈，但是呢，双胞胎如果顺利生下来，大家都会很开心，但是后续而来的经济压力当然也是很繁重。那有些人是。温仁玉医师说明，人工生殖的治疗流程繁杂，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影响到最后的怀孕结果，且试管婴儿疗程成功几率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尤其受到年龄与卵巢功能影响最明显。其他的因素，例如精液品质、不孕诊断、生活形态等等，也对试管婴儿疗程的成功率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然而 ，AI 具有学习能力，可以运用复杂的演算法学习。所以特别适合应用在资讯量非常大的生殖医学领域，结合人工生殖与人工智慧技术，相信 AI 预测系统将是未来的趋势。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我是林嘉义，祝您平安顺心，我们下次再见。